公子當偏偏是喝了咱們的米酒，就遇上了殺人風。這可怪不得咱們公子，也不是咱們公子給他喝的，是他搶咱們公子的米酒喝的。公子當性命攸關，万一他過不了這一關，那王后她豈能饒得過我們通兒？我們可以向大王辯白，公子當在大王心裡的地位，豈是通兒能比的？加上王后挑唆，我們百口莫辩。娘亲，那杀人蜂是被人故意放在那儿的。你有何證據？是孩儿親眼所見。那人是谁？是王后身邊的一個丫頭，叫什麼來着？叫珍珠還是叫珊瑚？對，就是叫珊瑚。還有一個我不認識的內侍。通兒，你可看清楚了，這件事可萬萬不能胡說呀！千真萬確，珊瑚給了那人一筆錢，那個蜂巢原來只裝在竹筐裡，被那個內侍放到石頭縫裡。我當時不知道那就是杀人蜂。難道說有人買通了王后身邊的人，要害死公子當？不大像。娘親，你別忘了，今日公子當被誅，該是意外。若不是公子當，那他们要害死誰呢？今日遭難的還有魁姑和後來過來幫忙驅趕殺人蜂的幾個小內侍。不是魁姑，更不會是那幾個無足輕重的小內侍，他們不值得那些人下那麼大的本錢。童兒，你是不是告訴我，魁姑是為了救公子驥才被殺人蜂蜇傷的？是。但魁姑和公子驥怎麼會突然到那個地方去？聽說王后約八子帶他們去少司命神廟祈福。是王後的主意，是王后帶他們去那兒的。天哪，那王后是要……哎，你們都把嘴給我閉緊了，聽見沒有？是。娘親，你不是要找父王辯白嗎？我們有證據。閉嘴！這個證據要是讓王后知道了，那我們就有殺身之禍了。你知不知道？姑姑，驥兒，驥兒，驥兒在，姑姑，驥兒在。驥兒没事，她只是手背上被蜇了一下，女医治已經給她上了草藥。姑姑你放心。婆婆疼不疼？婆婆不疼，你看婆婆还呢。你別動，姑姑你別動，別動。人老了就是容易這兒疼那兒疼的，沒事兒，歇息一下就好了。女醫治和太醫令都來過了，大王也出了懸賞。太醫說你沒事的，姑姑不用擔心。治得好治不好都一樣，別麻煩別人。婆婆家一定要治好你。香儿、慧兒，你們在這裡好好照顧姑姑。女醫治留下的草藥，你們每隔1個時辰煎一次，伺候姑姑服用。是。木心，走，你去點上燈，跟我再去園子裡看看。是。八子，这就是杀人蜂的蜂巢。
怎么回事？這裡也燒了。聽說，怕殺人蜂再傷人，傍晚時分，大王已經派內侍過來，用煙火銷毀了蜂巢。這大多數蜂子已經被燒死了。此刻已經看不出什麼了。是誰？誰在那兒？樊长史，八子，這麼晚了，樊长史還沒有歇息。八子不是也沒有歇息嗎？今晚這宮裡，能睡得着覺的人，只怕不多。可不是嗎？幸而上天有眼，公子驥沒有被殺人蜂傷得太重。可是公子蕩傷勢危重，魁姑為了救繼兒，也是性命攸關。那殺人蜂平日並不主動招惹人，更不在有人經常出入的地方築巢。我就是想不明白，他們是怎麼突然出現在園子裡的。我和妹妹想的一樣，所以就想過來看一看。聽說那殺人蜂平日裡都是在樹林裡築巢，在石縫裡築巢，只怕是不多見。是啊，也許是有人故意把他們的家搬到了這裡。妹妹，這話是姐姐胡亂說的，妹妹可千萬別放在心上啊。姐姐的話或許有些道理，那殺人蜂看似天災，也可能是人禍。妹妹，天色已經晚了，妹妹和我都快些回去吧。等等，今日殺人蜂傷害魁姑和繼兒的時候，公子通也過來幫忙相救，羋月感恩圖報。八子和公子驥一向對通兒友善，通兒這麼做也是出自於天性。同心相親，肝膽相照。我會記得樊長史和公子通對我們的好。上天垂憐，公子驥今日沒有遇害，只是八子以後也要留意。樊長史要我留意什麼？留意有些人。妹妹，姐姐就先告辭了。